万军的耶和华，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意爱？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院到分去，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，我的上帝求叫。以色列啊，你着毋望耶和华伫伊遐有丰盛的救赎。耶和华，早起时你要听我的声，早起时我要对你摆列我的心，你的圣殿来敬拜。耶和华，我的石盘，救赎我的主啊！愿我的嘴所讲的，心所想的，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。兄弟们平安，平安。感谢主，互咱的通三教来学乐咱的上帝。那么我邀请你行出你的座位，甲你的边的人来讲，咱欢喜来学乐咱的上帝。欢喜来学乐咱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做伙来学乐咱的主。一水通打破黑暗甲做寒，一水通予我有开咱的听，天降的军路，你是万王的王。一水用大雷来震动全地，予阮来敬畏奇妙的上帝，天降的军路，你是万王的王。这是奇妙问题，永远无变的听，予你来代替我，担当我的身体，你放落你生命，予我会当自由。哦，耶稣我学乐。你为我所做的，咱的主是看到了主的面。一水通打破黑暗甲做寒，一水通予我有开咱的听，天阳的军路。你是万王的王，一水用大雷来震动全地，予阮来敬畏奇妙的上帝，荣耀的军路，你是万王的王，这是奇妙问题，永远无变的听。你来代替我，担当我的身体，你放了你生命，予我会通自由。哦，耶稣我学乐，你为我所做的，一水通一直。破碎的生命，予阮来正做上帝的囝儿，荣耀的军路，你是万王的王。用真理公义来治理全地，亲像日头光，无通来压榨荣耀的军路，你是万王的王。这是奇妙问题，永远无变的听，予你来代替我，担当我的身体，你放了你生命，予我会当自由。哦，耶稣我学乐。你为我所做的，一水通一直破碎的生命，予阮来正做上帝的囝儿，荣耀的军路，你是万王的王。
公义来给你传递，亲像条头灯，无通来压榨营养的君王，你是万王的王，这是奇妙问题，你我无变的听，予你来代替我。担当我的世界，你放了你生命，予我会当自由。哦，耶稣我爱了，你为我所做的，这是奇妙问题，这是奇妙问题。哈利路亚，永远无变的听。代替我，担当我的世界，你放了你生命，予我会当自由。哦，耶稣我爱了，你为我所做的，耶稣我爱了。你为我所做，用你感谢咱的上帝，哈利路亚！因为你看到了，因为你看得见拜，主我感谢了你，主我拍摆在你的面头前，用一切荣耀归于你，主我感谢了你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主是你是听阮的主，你是教阮三角地的主。主啊，不管阮的生活，主啊是伫顺境，是伫逆境。主啊，阮相信你会听，到阮无三离。主啊，阮用着学乐来到你的面头前，恳求你的灵充满伫阮，喜乐的灵充满伫阮，透放阮心内遐的污秽，透放阮心内遐的艰苦，透放阮心内遐的重担，因为我要用欢喜来到你的面头前，因为你是看顾阮的上帝，听阮的上帝。
我一生不忘。我若孤单无伴，你的话充满。我若无路通行，你做我梦者。我爱唱阮你，照你的字，耶稣，你听我，互你来引传。我若孤单无伴，你的话充满。我若无路通行，你做我梦者。我爱唱阮你，照你的字，耶稣，你听我，互你来引传。耶稣听我，我知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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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耶稣听我。是主，你是听阮的主，你是阮至好的朋友，担当阮所有的罪过，担当阮所有的烦恼。主啊，求你，互阮有教育的信心，阮愿意将阮人生的重担放落伫你的面头前。主，阮相信你的气力大过一切。主啊，互阮到伫你的面头前。主啊，阮会通甲你相见面。主啊，阮会当拍摆伫你的面头前。主，阮会当享受你的恩典，享受你的同在，享受你的透放，享受你的安慰。主，阮感谢了你。真好朋友就是耶稣，担当罪过甲烦恼，真正人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得。真好朋友就是耶稣，担当罪过甲烦恼，真正人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得。心肝常常喜乐平安，哪斗看有艰苦事，这是对人袂有
深是，袂有放心交托主。咸菜拄着有份试炼，也是生命大烦恼。常常时志，就将大项来祈祷。也有朋友到这阵中，甲我地贴万载好。所在咱心的暖融，将这苦事来祈祷。世事也路无归啦，亲像担担要跋倒。拢当对倒，朋友若有看见也多，当将这事来祈祷。主的应许也查保护，是平安。免烦恼，真好朋友就是耶稣，担当做我甲烦恼，真正咱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头，心肝常常喜乐平安，哪敢看路艰苦事，这是对咱袂有情绪，袂有放心交托。就是耶稣，担当做我甲烦恼，真正咱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当对倒。阮真做你的囝儿，大大的福气，就是阮会当将万事来对你讨，因为你是赏赐恩典的主，你是赏赐活命的主。主，阮感谢了你，阮今仔日阮透早，阮所有的敬拜而乐，拢归伫三位一体上帝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请坐。
是咱的吟诗阿拉上帝，新的圣诗646首，耶稣调我来行天路，耶稣调我来行天路，带我向前日日进步。世间无论危险艰苦，救主耶稣时刻保护。我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全能圣手时刻保护。我爱尽心做你学生，你大是阮亲手保护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这是咱同心出声来宣读新的诫命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，是讲你着听主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以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。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
你是我的学生。这是咱三个阿头同心来祈祷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阮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同心感谢俄罗你，俄罗你的稳定甲疼痛，俄罗你的伟大甲荣光。主，你是全能全智独一真的神。主，阮也感谢你，将独生圣囝救主耶稣来享受这个世间。互囝仔信靠伊的人，无至到灭亡，反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主，阮知，主你的道路关过阮的道路，主你的意念也关过阮的意念。主，你是圣洁的主，公义的神，求主你阳光来光照阮，求主你保护来洁净阮，来引带教示阮怎样来为主你的福音见证，应用主的圣名来分别做圣。阮感谢主，主啊，今主日是主你所命定的圣的安息日。阮众兄弟姊妹来到主你的圣殿，阮要来敬拜主、学罗主。阮也要来起造祭坛，阮也要来献上阮上芳的祭，伫主你的面前来求主你来接纳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主，阮也要来恳求主你来保守看顾伊伫遐的身体病痛的。也是心灵生活无平安的，因虽然无教阮三个组织伫主你圣殿咧守安息，咧敬拜主，但阮知主你并无安尼，就来放煞因，求主你圣神的恩膏来膏抹伫因的身上，来医治因，来救赎因，互遐的身体病痛的来受医治，心灵生活无平安的来受安慰，互遐的迷路羊群早一日来归往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。主，阮来感谢你，伫阮中教会欠缺牧者的这段期间，主你也差派主你的工人林兆成牧师甲陈淑安牧师，因夫妇两人来到阮中教会咧尽心尽力咧付出做工，咧养饲阮即群较无主耶稣的羊群。伫阮教会建堂上的欠缺，也到外县市的教会来讲道募款，来请安报告。求主你来纪念两位牧师，来为着阮中教会的服侍付出。主，阮来感谢主你伫阮中教会所做一切新正的工，互阮晓悟圣经上主你的话安尼讲：在地人是袂会，在地上帝万事拢会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求主来带领今日的盛会。愿颂赞、阿乐、荣耀归伫天父上帝面前，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免。请坐。这是咱来启用启文37篇，启文37篇，显着咱做伙来启用。无得挂入性命，恁的性命要食啥物，要啉啥物？恁的性命减无较大伫美娘，试看天中的飞鸟，恁的天父在饲伊。恁什么人会用挂如互性命较长一刻久？刺伤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？若是我甲恁讲，当所罗门极空午的时，打山里的草，今仔日伫地。明仔日迄伫火炉，上帝互伊穿到安尼，所以无得挂如讲，我要食啥物，要啉啥物，要穿啥物。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。
所以无得为着名仔日挂虑。一声一日的艰苦，伫一日到夜。这是咱来共读上帝话。上帝话圣经记载伫创世纪14章17节到24节。创世纪14章17节到24节。现在我来读上帝话安尼讲：亚伯兰听赢基大老马以及甲伊做阵者的王转来的时，所罗马王出来到沙弥的山谷迎接伊。沙弥的山谷就是王的山谷。也有撒冷王马基洗德带饼甲酒出来，伊是至悬上帝的祭司，祝福伊讲。愿天地的主，至悬的上帝赐福亚伯兰20节。至悬的上帝将对德交伫你的手，应该学落伊。亚伯兰将拢总所得到的10分，摕1分予伊。所罗马王甲亚伯兰讲：将人归我，物拢予你。亚伯兰甲所罗马王讲：我有记天地的主。至悬的上帝，耶和华来救抓。凡若你的物，着一条线、一条下带，我拢毋客，免伫你讲，我予亚伯兰好额。24节，只有少年人所食的，以及甲我同行的人阿乃、以实国、万利所应得到的份额，通出在因客。以上上帝话读到这。这是咱欢迎陈牧师来证道，伊的题目是“至悬的上帝的祭司，至高上帝的祭司”。大家平安。至悬上帝的祭司，就是圣经所咧讲的麦基洗德。麦基洗德伫圣经的中间，伫遐描写，伊是一个至悬上帝的祭司。总是当一个人伫咧读即个圣经的中间，真正无法度了解，无代无志卜一个人麦基洗德出来。伫创世纪14章，简单安尼大过了后，就无伊的消息。后来到伫诗篇110篇第4节的中间，小可伫遐佫甲引述甲上帝、甲耶稣基督的关系。后来希伯来的作者伫希伯来5章甲第7章的中间。伫迄个中间，伊有来解释麦基洗德原来甲耶稣的关系，就是伫古早的中间，伫创世纪的中间，上帝已经伫遐有安排，透过麦基洗德伫迄个中间来象征，也是互咱知影讲，伫将来有一个弥赛亚要出世伫即个世间，为着罪人，为着世间的人，成做永远的祭司，也是至悬的祭司。所以创世纪伫迄个背景，迄个麦基洗德的出现的中间，迄个背景是对亚伯兰有一天上帝伫迄个所在，甲伊呼召，甲伊讲：你着爱离开家己的本地、本族、老爸的家。虽然头前伊毋知影道路伫啥物所在，总是上帝讲：我自然时到，我就会指示迄个地伫迄个所在。亚伯拉罕受呼召，亚伯兰也是咱所咧讲的亚伯拉罕后来改名。伊伫受呼召的中间，伊毋若顺服，伊嘛是照安尼行，真正有行动。所以亚伯兰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伊就带伊的侄仔，伊遐个囡仔就路得，甲伊三甲去。伊迄个时阵出发的中间，较只有已经75岁啦。亚伯兰伊就带伊的侄仔路得，因就埃及去。伫遐亚伯兰已经牛羊。军日迄个金银真济，换一句话，因非常的好业。毋但伊好业，甲伊同行的路得，伊也是有真济羊群、牛羊、布边，也非常的济，非常的好业。所以因所去伫埃及，因所住迄个所在，有2堆的羊群、甲财产，甲因的萝卜伫迄个所在。因三甲伫迄个所在，三甲冤家，因真正无法度三甲徛起伫迄个中间，所以亚伯兰伊就甲路得讲，你的牧者莫甲我的牧者三尖，
伊伫第8节就甲伊讲，伊讲你甲我毋通冤家，咱拢是亲人，咱拢是兄弟。最后讲，咱是骨肉，咱是兄弟，咱毋通冤家。所以你的牧者嘛毋通甲我的牧者冤家。你来看，伫你的目睭前，遮个土地，互你先经。你若经倒边，我就行正边；你若经正边，我就经倒边。落地目睭看头前的土地，非常的水，遐有约旦河，有迄个溪水，有河水，因无欠缺水，甚至伫迄个所在有平原，有足侪青草，伊感觉非常的好。互伊的羊群无咬着，无喙打着，无欠缺。伊讲第10节的第2节讲，迄个土地真正真润泽，非常的丰盛。因就伫迄个土地的中间，伊经迄个土地就伫迄个所在来徛起。所以亚伯拉罕伊就徛起伫12节的中间，伊就徛起伫迦南地，伊就换另外一个所在去。所以路得伊就住伫迄个真大片的土地，有河，阁有青草，甚至迄个所在索多玛城也非常的丰盛，迄个看起来敢若非常的迄个青艳足侪荣华富贵拢伫迄个所在，所以因真正伫迄个所在，因就分别啦。耶和华就甲亚伯兰讲：你举目看，虽然迄个上界水的土地，互路得已经去拣去，不要紧，你尽看，看你所看的迄个土地，你若看会到的，拢互你。第15节，因为你所看的一切地，我拢要互你，甲你会互的，直到永远。路得是用家己的心意去拣伊所爱拣的。伊看起索多玛城非常的丰盛，非常的看起来因真正无欠缺，食米、啥物货、青草、水泉拢非常的丰富。伊拣感觉伊上界好的，对伊上界有利的，伊用人家己的意志去拣。总是上帝甲亚伯拉罕讲，亚伯拉罕甘愿留互伊的兄弟，互你先拣，伊甘愿留互迄个兄弟。所以上帝讲，过来你看会到的，我拢互你。上帝意思就是讲，既然你的脚所踏的，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。然后上帝甲咱伫地，你行到伫倒位？你上帝若甲你伫地，你去住伫真海边的中间，上帝若有你甲你伫地，迄嘛是上帝所应允的地。上帝若甲你有伫地，你看去住伫山顶的中间，上帝若甲你伫地，迄个所在嘛是上帝所应允的，因为你的脚所踏的所在是上帝所应允的。咱的教会是大家三甲伫即个所在搭的。当你大家拢三甲搭伫即个土地时，即个土地是上帝所应允的地。当你伫恁兜伫遐行搭伫迄个所在所搭的地，你伫遐啥啥咧出入的时，恁兜就是上帝所应允的地。当你伫公司的中间，你家己的公司，还是你去别位的公司，当你伫遐所做工的时，你所行到的所在，上帝来甲你伫地，拢是上帝所应允的地。所以上帝讲，你的目睭所看见的一切，我拢要赐福互你。然后就进入到今仔日的主题的中间。迄个时阵，咱看第1节，才有4个王。第1节后壁有4个王：示拿王；第2节以拉撒王；后壁有一个以兰王，就是今仔日的过去是咧讲波斯，即摆也是伊朗。过来就是哥印王，才有4个王。这4个王是非常的大国，伊的土地、伊的国度也比较更较臃肿。过来第2节的中间，遐有5个小王，5个小王头一个就是索多玛王，过来就是第2节俄摩拉王，过来押玛王，过来西边王，以及比拉王。这5个是比较较小的王。这第1节迄4个王是迄个领袖，迄个发起的，就是以兰王。以兰王因为过去这个小国伫迄个中间，拢是咧甲伊服侍。因伫遐甲因服侍，因甚至进贡因的好米，所以因伫迄个进贡的中间有12年，总是后来这个小国，这个小国，甲13年后，第13年，因就无爱甲服侍，所以这个以兰王伊就真毋甘愿，伊就去伫四周围联名遐个大国，甲因三甲去攻击伫迄5个小国，所以因对伫北边慢慢啊讲，其实到对伫因5个大国，到迄个5个到4个大国到落来5个小国的中间，其实也阁有足侪的小国。其实因一直讲落来，因毋是敢若讲这5个国尔，因一直讲落来，一直拍落来，拍到伫后壁的所在，后来迄个路得，伊所建的上界好迄个城，伊所建的土地是已经非常的活，
活伫迄个索多玛城的所在。所以当遐个四国因着遮个小国一直攻落来时，大家拢互伊拍倒去，遐个人拢去互掠掠去，遐个财产拢去互因掠掠去，拢互因抢去。所以规个拢抢去的时，换一句话说是，遐个小国规个拢倒了了就对啦。所以因着遮个四个大国，因着甲遮个所抢的人，包括遐个财产，因遮个小国的财产，规个拢甲抢转去。其实这个阿伯兰拢无啥物关系，因为伊无参加对一派。问题就是伊的弟仔罗德伫迄个中间，所以伊总免点点。虽然罗德是用家己的方法去得伊的去得伊所要爱的土地，那照讲无照上帝的旨意。毋过阿伯兰，伊迄是我的弟仔，所以伊伫迄个中间，伊就伫迄个去甲伊抢人。因为伊的财产真济，伊的萝卜真济，伊的萝卜家己所生出来的萝卜囝，伊迄间318个迄个壮丁啦，伊有受训练的壮丁。因为国洋军伫抗野的中间有真济的野兽，检测会拄着对敌，所以伫萝卜所生的萝卜，因着伫迄个所在有训练一寡壮丁来顾伊的迄个财产甲洋军。伊就伫遐经318个。伫遐开始，十讲，伊用暗暝、透暝，第一抓讲透暝分队去攻击，到伫大马色的所在，伊甲迄4个王所抢去的遐个人，搁甲抢倒转来，遐个甚至连遐个4个大国的财产，因嘛会当甲抢转来。所以将因遮个食物拢抢转来时，伊就嘛甲罗德也带转来。罗德因为甲以及侪妇女，拢伫迄个所在。拢带倒转来，伫迄个中间有2个人来迎旨意，过来遮有一个头一个就是写灭基洗德。圣经敢若写尔要交代，过去伫王的中间，也是迄个啥物人，咱拢会交代讲是啥物人的世系，即个人安怎，也是特别有交代。但是遮拢完全无交代，就一个灭基洗德伫迄个所在就走出来。毋但去灭基洗德来迎旨意，搁一个就是第一抓遐讲就是索多玛王，伊来迎。第二抓讲索多玛王伫迄个所在来甲迎旨。索多玛王当然伊是用伊的王伫遐来迎旨意，因为伊的德性，互伊的百姓拢会转来。但是灭基洗德伫圣经，敢若即几节拄啊伫遐10讲者交代以外，即2节搁甲交代一撮啊，剩来就拢无交代啊。伊讲伊是杀灵王，灭基洗德大饼甲揪出来。伊是至关上帝的祭司。咱看去伫即个圣经节的中间，讲伊是杀灵王。杀灵王其实伫古早的时代，就是咧讲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就是讲一个平安王，伊是平安王。灭基洗德伊本身的名叫做义的王，就是公义的王。所以伊毋但是王，伊毋但是伊是一个迄个祭司，佫是上帝至权的祭司。伊就伫迄个所在，用伊的身份祝福阿伯拉罕、阿伯兰。伊讲愿天地的主至权的上帝赐福予阿伯兰。安尼伫即个圣经，虽然撒冷王即个灭基洗德是简单安尼带过尔，毋过伊和阿伯拉罕迄种的迄个互相的交陪对话，咱会当看见阿伯拉罕一定认捌伊，认捌即个是毋那是王。伊阁是一个祭司，即个灭基洗德，伊安怎甲伊祝福？伊讲愿天地的主至权的上帝赐福予阿伯拉罕。原文是至权的上帝，愿天地的主赐福予阿伯兰，是天地的上帝放伫上顶悬。迄个全世界只有一个神啊！即个神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只有是伊一个真神啊！对，无人阁比伊至权。世间有真济的生命，拢真有限，拢是人放出来。总是至权的上帝，伊是创造天地的主。即个创造天地的主，当伊咧甲祝福的时，伊咧甲阿伯拉罕讲，咱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天地所有的拢是上帝属于上帝的，是上帝所掌管的。伊讲最至权的上帝将对德交伫你的手，应该学了。
伊伫迄个中间咧，甲阿伯兰喊讲：咱知影，当阿伯兰伊要离开本族本地时，拢是上帝直接甲阿伯兰讲话。总是今仔日上帝拣一个至权的祭司，麦基洗德直接，其实就是咧甲伊教育，直接甲伊讲：今仔日你的德性，毋是你家己的熬。今仔日你会当，你318个人，你要怎样去对抗4个国？因迄是4个大国，因的军队毋是1000个、2000个，你318个有法度去对抗迄4国的大国，佮得胜倒来，毋是你的熬，是咱的上帝家己伫迄个所在掌权，天地的上帝，伊有家己的权柄，伊要祝福你，伊就祝福你。伊无要祝福你，你若无要听伊的话，伊无要祝福你，上帝伊有迄个主权，你就得袂到迄个祝福。所以阿伯兰伫即个所在，伊看迄个麦基洗德，伊所听的已经毋是甲伊看见一个王尔尔，伊知影即个代表上帝，所以伊摕伊所抢回来的1/10摕互伊。索多玛王将阿伯兰，伊也出来迎即阿伯兰讲，伊所做的是照当时因的规矩。你着替我替倒来，我财产毋免，因为你救我的人，我着欢喜啊。所以我迄个我的人，你还我财产，你摕去。毋过阿伯兰讲，我无爱安尼做。我记至权的上帝，耶和华咒诅讲：既然你的米一条线，一个下大，我拢无爱摕，免得你讲，我互阿伯兰好业。伊咧表明，我今仔日财产足济，一切拢是上帝所赏赐的。是上帝对我的看顾，上帝对我的带领，我绝对无要摕你的财产。我若甲你摕，有一天你讲的拢是你的功劳。伊感觉伊安尼对不起上帝，所以咱看见伊的态度，尊主最大。伊清楚，今仔日伊一切会当得胜，拢是上帝予伊。总是照当时的规矩，我有带318个的壮丁，甲我3个当家的壮丁。阁有一寡其他有一个伊有去找一寡伊是国民所用得的迄个，一寡其他有甲伊同行的人，甲一寡小国，伊有去邀请因做伙去找人的。伊讲遮你应该互伊，因为因出力，伊去甲遐个人带倒来，去抢倒来。这318个，因真正是用迄种的冒险的心情，去伫迄个所在，甲所有咱应该得的物件拢抢倒来。所以这是你应该有的规矩。互遮的壮丁，你爱互因一寡代价，因爱无要着，还是因爱要摕啥物物件，你爱互摕。圣经麦基洗德到伫即个所在，就一个段落，创世纪拢无交代，干那麦基洗德就安尼出来，所以咱会感觉讲即个人物非常的迄个，真正是真正，你无法度去了解，非常的神秘。总是到伫诗篇。其实110章的第40讲啊足清楚，特别伫110章110篇迄个诗篇开始出现的时，伫迄个中间有讲，耶和华对我的主讲：你坐伫我的正边，听候我，互你对敌，你的对敌，互你做你的骹头椅。耶和华要对錫安伸手，你的能力会怪，你要对敌的中间掌权。然后，你的百姓是圣洁的，穿装他的衫，甘心献家己。我想到伫即个所在，即个诗篇110篇第1节到第3节，其实伫当时的王若要就任的时，因会读这个圣经节。总是伫即个中间，你若去看，伫新约的中间有足济的所在，虽然我无记出来，我相信咱拢有印象。伊要坐伫上帝的正边，对着要食做伊的骹头椅。伫新约的中间，有几啊处拢来应用这个圣经节。其实无形中伫即个中间，已经咧暗示这是弥赛亚耶稣基督。所以第4节讲，耶和华已经咒诅，的确无退回，你永远做祭司，照麦基洗德的班列。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照麦基洗德的班列。迄个班列就是迄个同款的程度。当然，伫即个班列的中间，是搁较悬的程度，是超越的，是永远活的。伫遮有讲你是永远的祭司。伫圣经的中间，咱知影迄个伫当时的规矩，
迄个祭司是对利未的迄个支派出来，是对阿伦的子孙，因叫做做祭司的。总是咱看去麦基洗德，伫迄个时阵，咱利未还未出世，所以伊是伫利未的典范，伊无照当时的律法来行伫祭司的道路。搁一摆讲，当时因的王甲祭司是无合作伙，王犯王，祭司犯祭司，所以咱看见阿伦的子孙，因敢若会当做祭司尔，伊毋是王。王的祭司是对犹太出来，所以利未的祭司只有单单做王做祭司那点。毋过咱看见伫即个圣经在咧中间，拄啊咱伫创世纪，麦基洗德伊是撒冷王，伊阁是上帝至权的祭司，伫遮阁讲是永远的祭司。伊讲即个弥赛亚是甲即个麦基洗德共班列，是超越的。是超越，啊，佮永远活的，是久久长的。耶稣基督，伊嘛是一个平安的王。耶稣基督，伊嘛是一个公义的王。伫咱的心底，住伫咱的心底来掌管咱的生命。毋然安尼，伊嘛是上帝至权的祭司。总是伊讲麦基洗德甲伊共款，迄个共款的所在就是这三项，伊是永远的王，伊是公义的王，平安的王，伊是永远的祭司。然后，咱看见伫即个中间，因两个拢完全迄个程度拢共款，也是讲因的身份、因的手、因的能力、因的权柄，拢是超越当时的律法的迄个祭司。咱看见第20个后壁讲，伊是义的王，伊阁是平安王。啊，这是第3节希伯来书对伫创世纪迄3节以外，小可大过以外，就跳来到伫诗篇110篇，伊伫遮小可引述耶稣基督甲麦基洗德是同款程度的。伫遮伊咧讲起。麦基洗德，伊是一个无老爸、无老母、无世系、无时日的起头、无活命的落尾，是亲像上帝的囝，久长在做祭司。遮也阁一解讲，麦基洗德是久长在做祭司。其实伊毋是无老母、无老爸，是圣经条故伊伫迄个所在无要记载，无要记载伊的爸母，无要记载伊的迄个伊的世系、伊的族谱。无要记载伊有死，伊当时死，拢完全无记载。只不过是上帝特别拣选麦基洗德，伫迄个创世纪，伫迄上起头，上帝创造天地了后，无偌久的历史的时，就伫迄个所在，照着即个人，伫遐开始咧描写，伫迄个将来久长将来，上帝已经备办的一个弥赛亚。耶稣基督虽然照着玛利亚来出世，其实。肉体来讲，看起来是伊有老母，但是迄是圣神做工，同款无爸无母无世系。伊敢真正无爸无母？咱咧讲麦基洗德一定有。条故伊无爱安尼介绍，伫迄个所在，佮讲伫诗篇110篇讲，伊甲耶稣是同款至关上帝的祭司。迄是上帝特别设立的，是上帝所拣选的。所以，若安尼对圣经来看。咱看见伊讲，这毋是照肉体的法来设立。我咧讲的利未，因遐祭司是因伫因的活命是会毁坏的，所以因有一天拢会过身。当因伫利未的过身，迄个时代，遐查甫丁30岁开始出来做祭司的时，92年后因就退休。所以一代一代，因会过身。新的一代起来，因到尾也会死。毋过圣经咧讲麦基洗德甲迄个弥赛亚耶稣基督，伊是永远的祭司。这个祭司只不过是单单做祭司那点。麦基洗德甲耶稣基督无共款，因是
王，阁是祭司，掌管性命的王，阁是做人的中保，然后伊阁是永远的祭司，是永永远远的。过去的人一代一代会死，但是到耶稣基督过来的时，就只有剩耶稣基督伫遮永永远远做咱的祭司。透过灭基洗净的中间，圣经伫遮要甲咱讲的，咱爱注目的，毋是即个灭基洗净。咱真侪人读圣经、读灭基洗净，咱真正无了解，无代无志卜出来出现，总是伫即个中间，特别有上帝属灵的启示。迄个属灵的启示，就是伫上帝创造人的中间，伊已经为着咱备办好势。伊知影将来人会犯罪，人需要伊的扶持帮助，伊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的救赎，来成做咱随时的帮助。所以伫迄个创世纪的大圣，有真济拢有耶稣基督的影。你讲亲像迄个挪亚大船。挪亚大船伫迄个做大船的中间，还未落大雨，100几年的中间，挪亚是一直传福音的。恁得爱听上帝的话，恁得爱悔改，然后要做大船上船。伊是一直传福音的，但是要听的人，因就拯救；无听的人就得袂着。圣经的中间有太济拢咧映射，有一个弥赛亚，有耶稣基督的影。所以灭基洗净就是有一个影，已经咧讲。有一个拯救者，这个圣经在咧甲咱讲，毋通注目伫灭基洗净的历史人物。伫遮咱爱注目的是伫即个耶稣基督上帝所备办的弥赛亚，咱爱来挖靠伊、帮助伊，毋是迄个历史人物。迄个历史人物是上帝特别拣选，伫咱的生命的中间，成做咱的随时的祝福甲帮助。你也想看卖啊！伫咱的圣经的中，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有太济时阵是你想袂到的啦。有一天，迄个郑连德牧师、郑连坤牧师，迄拢做过去专门咧翻译圣经，迄个咱的台语圣经，迄个真出名的圣经的牧师。伊有一天甲阮做见证讲，因为伊坐岁啊，迄阵已经70-80岁啊，伊啊常常有心脏病，啊拢常常心脏会发作。但是伊足无用的，伊足够讲道的，所以教会就请伊去陪灵。然后请伊陪灵了后，伊就搁爱赶去圣经迄个公会伫迄个所在去翻译圣经。啊，伊迄天翻译圣经了后，伊搁赶去要去一个所在，甲一个妇女团契伫迄个所在来分享。结果伊坐客灵车的时，已经到位啊，要落车。伊感觉伊人头壳足戆的，因为无用规日头壳足戆的，伊就用手一直摸落地啊。结果到底有银钱无？毋知影。伊骹倒咧，迄阵摔落涂骹，摔落迄时，伊敢若伊目睭拢翕袂紧，伊嘛无法度讲话，但是伊就听四周围足侪人杂插的，讲是安怎？敢若放伊家一个人出来，安怎？听足侪人咧叽叽喳喳。后来有一个人去甲牵起来，带去伫顶仔骹的所在，遐拄有一条椅啊，伊就讲你坐踮遮，伊讲阿伯。你有救心无？啊，伊嘛拢无法度反应，伊敢若手一直摸伊的落地啊，像迄中山装安尼吼。咱菲律宾你知影？迄菲律宾的有绣花的衫，有迄像迄中山装安尼，伊就手去撑伊的落地啊。迄个人去甲摸着，遐就一罐救心足细罐，伊就甲摕一粒。伊讲阿伯，这爱放伫纸的下底，你知影吼？啊，阵放伫纸的下底。啊，伊阵真正甘伫纸的下底了后，准还迄个灵准。恢复就对，就好啊！当伊目睭金的时，伊四周围拢无人。这个嘛是无交代伊的出世啊，伊的爸母是啥？这个人是啥？伊完全拢毋知。总是郑连坤牧师讲，我知影，伊是上帝甲我备办的天使。我想咱来用这个角度来看灭基洗净，伫迄个历史，伫迄个旧约历史的中间，你用安尼来看伊，看见上帝的听。伫你我的四周围的中间，上帝拢有备办伊的天使，伫迄个所在，成做咱的帮助。伫你介艰苦心的时，当时一个人拄来甲你安慰。阮真侪姊妹常常伫人咧聚会中间，伊伫迄个所在抱怨。我讲我看见的上帝非常听你咧，
因为当然看伊的现实，伊看到真济的艰苦。总是我甲伊讲，你袂感觉上帝非常的疼你吗？日仔日上帝若无疼你，伫你人生行袂落的时，拄拄有人甲你带来教会，互你认捌上帝。伫你介艰苦孤单的时，拄有一群的人甲你陪伴，帮助你，甚至你家己会晓祈祷哇靠主，你嘛家己伫遐讲足奇妙的，我祈祷上帝就帮助我。虽然你的现实真正是遮艰难，但是我看见的是伫你的生活的中间，早着上帝甲你备办好势。伫你行袂去的是拄好的人出现，麦基洗德的出现，上帝就是甲你讲，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有拄好的人，上帝甲咱备办，成做你人生的帮衬，成做你的扶持，成做你的祝福。所以咱较要紧的，毋是咧看即个人到底伊的爸母是啥。圣经无要互你看爸母啦。圣经甲咱交代，伊是上帝特别拣选的，伊是有上帝的旨意伫迄个中间，所以伊当时死毋知，伊甲伊讲，伊是永远久长的祭司，来指耶稣基督，迄个真正的弥赛亚来，伊为着咱担当咱的罪，替咱死。耶稣基督的出现，成做你我。伫生活的中间，亲像麦基洗德伫拄好的时出现的是对咱的祝福。耶稣替咱死伫十字架顶，就是对你的祝福，对我的祝福。伊永远成做你随时的帮衬，成做你随时的扶持。伫你人生行袂落的时，伊伫你的身边。过去是爱透过祭司，迄个会死的祭司，因一年一摆。为着因献祭，伊第生得爱认罪了，伊较有法度替你祈求。今仔日耶稣基督一摆替咱死，你随时需要，你就会当祈祷。我每一个时刻，我咧甲人讲话时，我毋知影要安怎，我随时祈祷。我目睭紧紧嘛会祈祷，我目睭闭我嘛会使祈祷。我就是规日会使祈祷，我倒咧祈祷。我真侪时阵用想的祈祷，上帝拢成就。这个耶稣基督。伫遮咧，甲咱表明是无所不在，随时的帮衬，随时的扶持。圣经对伫麦基洗德到伫耶稣基督到今仔日的中间，伫遐咧表明一项非常的清楚，咱所信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。这是一个真实在的一个根据。伫迄个旧约的中间，上帝已经透过麦基洗德伫遐咧讲，随时。伊有特别伫咱的生命中间有安排祝福的人，你我常常拢有拄好的人祝福。你若真正有困难，到耶稣基督即摆已经出世了后，佮替咱死担当罪过以后，你甲咱讲，你随时甲伊求救，即种的随时的帮衬、随时的扶持、随时的稳定，甚至启示、感动、帮衬、医治、透放，伫耶稣基督即个全能的上帝。天地万灵的主的中间，拢赏赐予耶稣基督，也要赏赐予咱，成做咱随时的帮衬。迄个赏赐予咱，就是随时对咱的扶持。所以，咱看见麦基洗德到耶稣出世到伫今仔日，上帝咧讲一项：我是永远的上帝，我是创造天地的上帝，我是至高的上帝，我是有权柄的上帝，我是有能力的上帝。你若倚靠我，迄个随时的扶持，就祝福。伫你的中间，你若亲像亚伯兰听叹顺服，虽然你知影头前的道路，你看袂到头前的代志有解决无，你毋知影头前的道路怎样，总是你若用信心倚靠主的时，就有上帝的扶持，上帝的帮衬。所以亚伯拉罕，包括罗德是一个自私的人，用家己的方法抢伊的财产，抢伊要爱的财产。照讲，伊住伫罪恶的所得玛城，总是伊游玩。上帝看伊做伊的百姓的时，伊嘛得到上帝保护啊，伊嘛受到上帝的抢救。所以，咱每一个拢是上帝所爱的百姓。检测咱真软弱，咱有真济的黑暗的所在。上帝伊游玩，袂办杀咱，伊的应允照着耶稣基督成就要伫咱的身上。
所以我爱要安尼讲，咱敢会当无一心啦？耶稣基督，上帝是遮尔啊好的上帝，上帝用即种疼来咧疼咱，已经将咱的需要陪伴咱的时，咱今仔日有机会坐伫即个所在敬拜上帝。我要爱甲咱讲的讲，莫干那坐伫遮做礼拜，做一个像样的基督徒。即个上帝随时挖靠，伊伫世间的中间要成做你的班赞，伊要甲你扶持，伫你人生毋知安怎讲、安怎行的时，伊要甲你开路。我想足侪人有即种的见证，咱莫干那听别人见证，咱家己先认真做。即种的恩典，就是已经要享受互你，有遮尔好的神，你已经认捌，咱较会当马马虎虎来信耶稣啊。咱较会当凊凊彩彩。圣经讲，你若穿圣洁的衫来做装他，这个永远的弥赛亚是你永远的祝福。所以我拢常常甲信徒讲，我特别我进年会节，我拢一直感觉讲，莫安尼马马虎虎做信徒敢好？咱的上帝是真的，你既然过去会做见证，你较会当真安尼马马虎虎。较认真的，你若认真的时，你就看见你属灵的生命在提升，你要经历的一个恩典真济，无代表你信耶稣就袂拄着别人的陷害。毋过上帝永远伊要甲你支持，就是伊要甲你解决问题，伊就互你有气力来较赢这一切。这种的祝福是随时伫你的身边。你毋捌迄个爸母，你毋知影伊当时死，毋过这个祝福伫早时，上帝已经陪伴。到你今仔日也搁咧陪伴，所以呼吁咱真正伫信仰的中间认真。今仔日阿伯来喊，伊将1/10随时摕出来，因为伊知影这是上帝所赏赐互我的。伊奉献1/10是代表对上帝的敬拜，伊甲麦基洗德看作是上帝，伊本身是上帝所拣选的使者，所以伊所得到，伊用1/10奉献给上帝。上帝的教会需要咱大家来关心，奉献偌济，毋是我咧讲，总是你若真正敬畏这个上帝，我想你自然就会奉献。听到最近听见一个见证，做一个结束。阮一个菲律宾的朋友讲，因的大家要过身的时，还未过身的时，去天堂，伊的灵魂去天堂。去天堂，伊就带伊参观一间厝。伊讲：哦，这间厝遮水是啥的？伊就讲：恁一个小妹安尼啦，伊就搁行，搁看到一间厝啊吼。迄间厝就像咱的庄脚吼，迄个草厝也是德公厝吼，放落去就对啦。迄一起落安尼草啊厝吼，搁有德公吼，就安尼放落去安尼啦，拢倒安尼，敢若做迄落伫天国安尼看见。因大家就讲这间厝是啥的？伊讲恁就是对一个小妹，迄个小妹吼非常的好业，但是伊钱吼甘愿用伫因兜啊有诶无诶啦，荣华富贵开足济，但是伫教会伊毋甘愿奉献。伊讲因为伊对上帝，伊对伊天国诶厝，伊奉献对天国诶厝，伊就是安尼尔，所以伊诶厝就是烂啊，未用啊，就安尼倒。伊讲你转去甲讲，即摆转去甲讲诶是。因即个小妹对迄个时阵变足热心、足拍拼奉献的，我想这是你爱家己去经历的。咱今仔日伫世间，该关心的，你若真正疼上帝的教会，你自然你就会去甲表达。迄个表达是甘心乐意，无勉强的，毋是一定偌济，是甘心乐意。奉献本身。毋是有甲上帝交换，我甲你奉献，你就甲祝福。奉献的本身是咧讲，我敬拜你，因为一切恩典对你，我回应，我用这回奉献互你，是敬畏你。麦基洗德到底弥赛亚，表明上帝对咱的疼，永远无改变。你对上帝回应，敢毋是应该，嘛是用敬畏的心、敬拜的心。来回应上帝的疼，三甲来祈祷。阿爸，感谢你，阮知影阮真济欠缺，甲无够业。主，阮恳求你感动阮，互阮知影教会三甲伫即个所在是互相造就、互相培养，是互阮认捌上帝、疼主的心会搁较济，定睛伫上帝国。
定睛伫即个信仰的中间，活出上帝的生命。水的信仰，毋是伫外面的表现，毋是伫台仔顶的表现，乃是伫生活甲信仰迄个真平凡的中间表现出来，互人伫阮的心上会当看见，真正阮属伫主的。伫世间的中间，难免也阁有真济阮想袂到的艰难、危险。阮世间若拢拄会到，总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，你赢过这一切。阮所有的艰难，你拢有法度解决，你嘛拢会当担当。恳求你帮助阮，照着麦基洗德甲教弟耶稣基督弥赛亚，为着阮所做的一切，看见你对阮的疼，对伫早时，你就为阮陪伴阮的需要，因为你是渗透万事的上帝。你创造的时，你互阮自由，你就知影阮的软弱，所以你早就透过麦基洗德咧讲，有一个救世主要来帮助阮，要来扶持阮，要来担当阮的软弱。主，阮感谢你为着阮所做的，互阮无忘记你，诚做你好的百姓，更较会晓回应上帝的疼，诚做真实的基督徒，名副其实的基督徒，毋是干那甲人讲基督徒，但是无力的基督徒。阮知影，阮较软弱，但是阮若倚靠主，也会要有开力出来。所以，阮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，帮助阮伫教会的经费增长，也是信仰抢救灵魂的中间，也互阮看见上帝的心意，欢喜来努力来成就上帝国。照着阮小小的器具，互阮的中文教会徛起伫即个所在，看见你的荣耀，看见得救的人遐加添，看见上帝你的荣耀也充满伫阮整个的教会甲阮的家庭的中间。这是主你已经赏赐互阮，阮得爱掠条即种的祝福伫阮的心上。阮欢喜安尼做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吟回应诗来学了上帝。圣诗328首，圣诗328首，信徒减有看见，在伫圣地里，四围黑暗势力，为你做对敌。信徒起来攻击，俗情无利益，是你价顶功劳，做得胜记号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心都
坐。这是我的报告，请咱摕出咱手中的周报。主日礼拜有66人，现金有2240块；主日二有10个人，有540块；拜一妇女团契有11人；拜三基督会有17人；拜六青少年团契有10人；拜六少年团契有9个人。主日事工的分配，讲道是陈淑安牧师，诗会是陈玉梅执事。司琴是柯玉昭长老，当值是李敏秀执事甲陈延如姊妹，敬拜是第一组电子琴林嘉恩姊妹，主日二是第一组，影音导播是李崇胜甲张博伟同学，交代是李佩珊甲杨丽春，交通组是刘子怡甲谢安南。下周周工的事工分配，拜妇女团契主日敬拜是陈延如姊妹。地点伫教会1楼。拜三基督会，主日是黄明勇长老，司琴是黄恩婷姊妹。代祷的家庭是吴淑慧姊妹的夫上。拜四中式探访，家庭是伫黄文礼长老的府上。轮值探访是黄定秀长老甲刘子怡长老。拜六青少年团契敬拜是杨仲成同学，破冰是张博伟同学，内容是团契时间。拜六少年团契主理是刘子怡长老，圣诗是第一首甲244首，圣经是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到15节，题目是实实在在在做人。本周的金句记载伫希伯来书第7章第1节。台语、华语，咱做伙来读。因为这个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，也是至高上帝的祭司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，是至高上帝的祭司。我来报告教会消息。第一点，下主日8月初3，本会要来举行庆祝父亲节感恩礼拜。主日2甲青少年团契要来献诗。祝福每一位爸爸父亲节快乐！教会有赠送每一位爸爸的礼物，礼拜后要来为爸爸来翕大合照。地点是伫本会3楼的礼拜堂，将伫8月17日要来赠送教会制作精美的大合照的相片甲相框一组。愿上帝祝福恁身体健康、平安喜乐，同上主恩。第二点，小会公告：中教会第18届中职候选人的办法，第一，长老提名的办法，有现任的长老，我称呼来简约，有黄志强、黄定秀、柯玉昭、黄明勇、吴东梅等5位。曾经捌担任过长老，也是执事2届8年以上的，为当然长老候选人有林丰正、lịch秀琴、李敏秀、陈玉梅等4位。执事的提名办法，现任的执事有麦雅辉、陈玉梅、李敏秀、徐文川、李玉哲、郑梦圆等6位。曾经捌担任过执事的，为当然执事候选人有lịch秀琴、刘美仪、季冠阳、刘祖宝、柯福寿、黄静华等6位。由中执会推荐执事候选人，各团契有主日2、青少年团契、妇女团契、献歌队、敬拜儿乐团、中执会等来推荐1名到2名。会友个人推荐需要6个人以上来联署签名，即可会使推荐1人。以上是本会第18届中职被提名的推荐执事候选人的名单，需要本会会员陪产满2年的，若本人无意愿被提名，伫8月24日前向小会来提出书面的说明，也是口头告知，以表示无意愿，遇事不好，
详细内容请自行来查看公报栏。第3点，请教会国部部长召开会议，研讨2026年预定施工，请伫7月底来完成。第4点，青少年团契要来举办中文长老教会 logo 设计成果的竞赛，邀请大家以基督的疼，以及代表中文长老教会的特色为主轴，做中文教会设计 logo 成果的时间，对即日起到8月24日来截止。请将作品甲报名表交予郑梦圆执事，也是李玉洁执事。详细成果规定甲报名表放伫当日桌。第5点，中文教会一日的野外礼拜报告，日期是伫2025年8月17个礼拜日，地点是伫美浓德王度假山庄、甲基山的观光灯厂、甲原乡园纸线的文物馆。费用是每人950块，教会来补助450块，咱家己缴500块。收费的标准，咱会内会外一律拢是一个人500块，3岁以下毋免钱，会内70岁以上的兄弟，咱教会来专业来补助。报名时间，本会兄弟即日起报名到8月初3，人数上不足80名，则开放予会外的兄弟来报名到8月初9。报名即缴费，请向李敏秀执事、柯玉超长老来报名。报名截止了后，就无退钱，会使由他人来替代。报名表放伫后面当日桌，请兄弟自行来索取来填写。第6点，本会青少年团契甲敬拜儿乐团要来举行2天1暝的联合活动营。时间是伫10月初10拜5，甲10月11拜6，地点伫南投。报名费是1500块，请向陈志信也是麦雪如姊妹来报名缴费。欢迎青年甲敬拜儿乐团的团员踊跃来参加。第7点，高雄中会妇女事工部要来举办3天2暝的灵修营。地点是伫嘉义，内容咱家己来看。日期是11月初6到11月初8，拜四到拜六。即日起开放报名到8月初4截止，请向李敏秀会长来报名。第8点，本会若是有身体无方便的兄弟，想要来参加主日礼拜，咱老主任长老会使开车到府上来接送，时间是每主日的早起时9点20分。有需要的，咱请向黄德胜长老来告知。第9点，下主日正道讲师是陈淑安牧师，圣经是士师记第6章11节到24节，题目是“互你的老爸欢喜”。大道的事项，为上帝的国度，为教会拜1为上帝的国度，拜2为教会推动的事工，拜3为主日礼拜甲祈祷会，拜4为聘请牧师祈祷，拜5为教会建堂的事工，拜6有主日服侍的同工，礼拜为主日上帝话语，感动咱去听去行，领受上帝的祝福。特别提名有为病痛的、为年长的、为心灵甲生活的。咱请照每一天的项目为以下的事情来守望大道。这是我来报告奉献。顶周奉献的民事若是有登记错误，咱请咱找李敏秀执事来更正。约定奉献有5个人，现金有21400块。感恩奉献有6个人，现金有7500块。建堂奉献有9个人，有20500块。妇女团契有1人，有
有2000块；青少年团契有2人，有3000块；助理2有1人，有1000块；敬拜儿乐团有1人，有2000块。奉献的总价拢总57400块。请咱起立来唱奉献诗。请坐。喂，兄弟大家平安。真感谢主吼，咱搁一遍组织伫咱的教会，咱三个来敬拜咱的上帝。这个时阵我来介绍来宾啦吼，就是迄种个小乡姊妹的囝婿，甲查某囝，就是伊的囝婿做陈显健，查囝做黄世温姊妹，2位，咱请起立，来欢迎一下，来欢迎来吼。因查囝甲囝婿是住伫请坐，住伫台南市啦吼。因囝婿嘛是拄伫迄种个发生车祸吼，你看伊有受伤，讲互伊先看，手有断去啦吼。咱恳求上帝的医治，临到伫即个先见弟兄的身上，咱嘛为着即个先见兄弟吼，咱为伊来祈祷，愿上帝祝福伊，会当来早一日来康复吼。搁有咱的海军陆战队尔金来，咱欢迎伊吼，伊顶礼拜就来这礼拜过来，欢迎你继续来吼。来，就是咱搁有迄个敏慧，搁伊的囝儿嘉伟，搁再有伊的查某囝嘉柔，咱起立，咱甲伊欢迎一下好无？感谢主，因拢倒来陪伴伊的妈妈啦吼，因住伫台北真友好，拢倒来陪伴伊妈妈吼。来，请坐。搁有圣言，来，圣言起来，这个今日顶你的囝知啦吼，圣言兄弟好。搁有无？伟志吼，来伟志来，伟志这个阿平哥，迄个演主的后生伟志，好来，伊放假吼，放假者放假拄有来者，来礼拜吼，好，请坐。咱毋忙伫当着礼拜线吼，咱会当甲因拍招呼，互相来熟悉一下吼，互咱感受着咱教会的兄弟姊妹一情，好唔好？好啦吼，会记住好爱做哈。好，来个我来补充一项，就是咱中级校，咱的中级改选，咱定伫即个今年的9月28日，咱要来改选中级，遮有提名长老执事提名的办法吼，遮的名称所有的人吼，我都无定好来报告，总是有一人我要来更正吼，就是咱即个执事提名，就是捌担任执事的，就是为当年执事候选人，即我前伫拜六时我会记你甲演主都解过，有啥物较有即2个吼，就是主保兄甲福寿兄，因2个吼，拢差不多。主保兄你几岁？70啦吼，所以咱高中会有一个规定，就是咱70岁吼，就是爱退休啦吼。迄个福寿兄弟你几岁？68啦吼 ，OK。所以即2个吼，就无即2个是，我本来有甲伊删除就结果搁伫遮吼，所以后厝的时阵吼，就无主保兄甲福寿兄吼，咱会记一咯。这就是咱的当年长老甲当年执事的候选人提名的名单。假使到若是咱无意愿，假使咱若无意愿要来担任这个执事，
咱会当伫是即个8月24进前吼，来提出即个书面报告，或者是口头报告，小会来提出。本来是拢即个牧师来提出啦吼，因为咱即摆牧师无牧师啦吼，所以就我来提出。希望咱拢会当愿意来担任即个中级的事工，服侍上帝，服侍人，互上帝祝福。加添伫咱的家庭，伫咱的一切吼，直接甲咱互相共勉。以上。我来报告吼，我来简单甲咱报告。咱的耶和华礼拜8月17，吼，8月17耶和华礼拜伫咱内底吼，伫咱的手机仔内底，我拢有另外去拍互咱的群主看，互伊知影迄个地点啦吼，伊的过程真清楚。毋过咱的长辈有的人无手机啊。我直接简单甲恁报告一下，咱的耶和华礼拜就是中昼有烤肉，有的人检测讲烤肉伊较袂爱食，也是讲吼会较干，所以有搁另外准备，叫餐厅有搁另外准备5、6项煮的菜，要互咱会当伫遐做伙来食，所以免烦恼讲中昼的烤肉吼，干那迄个烤肉尔，搁有准备其他的哦吼，搁一项就是咱的报名是到即个。8月，当时初3对，咱毋要留到8月初3才报名，因为迄个8月初3是截止日，对毋对？截止无毋对，但是咱无迄个截止日的报名的颁奖哦，你毋要留到上尾仔讲较要报名，咱无迄个颁奖哈，无迄个最后奖哈，所以恁一定爱伫即2礼拜较紧来报名，吼，我直接甲恁补充以上。上个圣诗507首，荣光归圣父上帝，荣光归圣父上帝，荣光圣子圣神三位一体，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，无穷无尽。阿门，阿门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，临时线咱请陈牧师来为咱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听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甲恁伫地。上帝听咱每一个人，伊随时伫咱的四周围，拢甲咱避拜、天使来咧帮助咱、扶持咱。伊也透过耶稣基督咧甲咱讲，伊对咱会听，伊要成做咱随时的帮助。咱若认真敬拜上帝，掠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欢喜我靠伊，照伊的旨意来行，行伫伊的心意的中间的时。你就要体会到上帝的恩典常常围绕伫你的四周围，引带你行伫你受恩典祝福的道路。这个祝福是对即时到永世代不尽。阿门。